축탐 제라 되는 단들이끼리 축탐 제네 되네 샘나디네 나무 야레스 万法都是在自己的心中来显现的。 되네 샘레 나유도 난소르데 샘제 내당 가래 여바 되네 다랑 나무 야레스 由于都是由心来显现，因此由心显现的诸相，我们就认为就是这样。 디가 낭 데바데 ngô shi ma hi la tin ne nyumong dang rango ti nang debate semje ne dang chon nang deba rango shi ma hi la tin ne yi shi da nyumong se we che par ji go 就在这样的一个心的显象上，由于能否认识自心或者说原本的面目的缘故，所以就产生了一个称之为烦恼，一个称之为本质或说菩提这样的差异。 semje ne dang ka ngo de ne la de ne yi shi se go de 心的实相的本来面目，我们称之为是本质。 ne dang da ra yin ba rango ma hi ba cham shi le nyumong se ne meng da go de 对于不理解这样的本质的面目，我们就把它称之为是烦恼。 de yi de de ne nyumong yi shi se ta dang de da chi re 所以烦恼跟菩提也好，烦恼跟本质也好，这两者的差异是要这样去看待。 nyumong yi shi le jo nyam ne se ba kap so 当我们修持所谓的转烦恼为本质的时候， je dang se dang mang bo ya de 方法是很多的。 얘네 삭힌 그 내 사대 준비 내가 없어라. 然而在大手印的阶段里， 대네 뉴몽 그 남도 제보 오라 따네 대네 랑고 시버시 쇼고. 是对于升起烦恼的那个念头加以反观之后，而来升起本质的。 대네 게메게 그 대독 강집에 찬데 게메게세 많이 따와해리마도 돈도 대바 당 대네 개와 말다 너 다리 뉴몽도 소 탐지 남도 인바 찍버래. 심리 인바 양 찍버래. 所以，所谓的善与不善，痛苦或安乐这些东西、这些事物，其实那么都是从是否认识这个烦恼认识这个烦恼而产生的本质，或者说这个所认识的这个烦恼跟本质的念头能否认识而来做决定的。 사자 진비 남조르 응원이 때베 얘나 되네 게메게 남도 가래 얘네 나동 기발에 찍버래. 对于大手印的修持大手印的瑜伽士来说，无论是善念或是不善念，这样的念头对他们来说都是相等的。 근데 이제 송장 때네 장이 있어야 되는 나랑 로그 따과 정시래. 因此，所谓的善或恶，只不过是我们的心去强加的名称而已。 동을라 찬염래. 在实义上来说，这两者是平等的。 근데 좀신라 때네 더 보르단 더 보르서 특바 침비 응원이 삼노 따와나 인지 시고 말해.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没有所谓的这个可以供，那个不可以供。从大圣的角度来说是平等的。那个巴楚仁波切哈，在他的一个著作里面，那个观世音菩萨的经法，台湾的翻译家翁阿利贝诺，那个有这样的一个，就是用82世纪记来从出发心到大圆满觉心，他做了一个用观世音菩萨的修法，那里面有关于五怎么转五字的，那我不是非常清楚，我请甘福来帮我们解释一下怎么样子五读转五字。那另外一个问题是，五字是否是一致，只是它的面向还有方法表现出来不一样。
包这个我是考虑给干啥？我妈那边的方面，我把什么？我把就的啦，这个就是讲的就的是，这个呢，我从那里西那里就就我啥都能够，不得这个西门的，就没去给这送啊休息他。我话的是东西那是我这个的是，但number说出来嘛，我这个的做来休息。哦，那说了，那得这个嘞，甚至我这个人吧啦，样都看蛮着我过呢，那把俺的也晓得。五读不是五智的本质呢是一样的，因为心的体性是同一体，只不过是其面向不同而已。但第你们俺一起跟俺了，谁呀？给这些家都没不写个了，都宁波的打的哩。五读转五智，如果要讲解的话，我们会耗去很多的时间。那实际上就是刚刚所讲的那样。真的，你们谁呀？得那么多的。烦恼其实就是妄念。那么多的我得心里的。妄念的体性就是自己的心性。那么多心里就我的意识的。心性的本质就是本质。泡沫的，改用个这边刚样嘛的，他随处当成这个。谁都可以发问的，没有男女老幼的差别。请问一下，修持气脉明点哦，有什么样的作用？在我们这个功能，它的应用的时候。在龙口头来讲呢，但是朋友你要的。有两种作用。那个的呢，如果带汤要不吃我的，菜上我拉说吧，但呢用不的。暂时的话，会整个身体容光焕发，而且能够长寿无病。但呢，那在龙头里个年龄了，对呢，绿色能就话太。而且能够借着气脉的修持转化身心。第一个，但是拉尿得住。以此就能够迅速的在道上迈进。但呢，让到我的参加就光放脚不脱。能够迅速的在自力上获得成佛。严重的出来个，但呢，现在东家全部找头了。而且能够广大的承办利他的事业。再请问一下，那再加重的话，也可以休息吗？这七八泡沫呢，在我们这个工作里。啊，对的，工作个的，做七八泡沫个工样的。对的。对，本来但呢，马巴当没啦，都是过度长嘛，找话嘛的。当然，这是特别为在家人而设置的法门，像马尔巴跟密勒日巴，他们都不是出家众。原来啊，他说个王布个那把他这搞完有名的说的哇，请把他让说你能你做清白公面。然而，能力是否可以达到那样子，以及观修者程度会如何，这就不一而定的。然而，如果以出家跟在家来说的话，这是特别为在家人做的开示的法门。想请问一下，肉食、肉类在气脉明点上的作用的那个作用是什么？因为刚刚也提到这个是好的。在我们这个工作搞到下里面搞那些配的事情。哟，太得浪来浪有的，但是嘛了不得，看也是呢，这种头来讲不的谁吧啦，路了那的弄着哇，路那弄着哇，路个这种头来个多的说下个来老是你记住的。下当开始学的，就是个来老师的寄托的。哦，那个到这种体里头，但是那那的同我了。气脉明点主要是针对身体而来修持的，所以肉它能够很容易的让身体产生出体力而来修持。他的我就看了个南路呢，是吧？怕如果的怕脚来拉血的差当下的时候啊，没看那里啊。
即使在医院里面的食物，产生体力最好的东西，不就说是血跟肉这些东西吗？今天我们的主题有一部分就是讲到显跟密的问题。那在显的部分，我们那个禅宗里面讲到很多明心见性。那这个心性的问题跟我们密中讲的心性的问题，两者有没有什么差别？心是不是同一个心？那是不是只是修行的方法不一样？那请那个 Campbell 大概跟我们讲解一下这个在心性的部分显跟密的修行的指导。谢谢。这里运动下年嘅演技上我好，你变啊很多人3.8是这个3.8呢就是他生龙出这边做久了，或者去生龙出，没发现他的。근데 콘족의 생몬 추라 세바데간 아게 다 도바지야스는 자 생몬 추어서야 다 찍바 에레슈. 근데 생몬 세디 찍바 에레슈. 拉走了。3.5찍바 래. 心的体性是一样的。哎，但同样찍바 래. 所证悟到的也是一样的。가세 3.5嘛，到那生活同时没大那样，对生活同嘛的。如果没有见到自我心性的话，即使自认为明心见性，那也没有，那也不算是明心见性。也那样，同时个他们马达完了，对呢，对呢，通脚的呀嘞，这个就不通了，这个看来嘛，把它没然做而，因为所采用的方法的不同，所以亲见心性的速度也会有缓慢。快慢之别。这个大东拉巴尔的那生活都把这个日巴崩了啊，日巴崩呀了，咋弄推理个年龄有呗呢？得你把切个的，而且明心日巴崩你把切个的。明心见性，就是为了或者说就是能够清除内心的障蔽。以净除障蔽来说的话，气脉明点的作用反而是更快。sem de从哪有不那个说了 sem 大的哪话写的 sem 绿大的哪话你是的哪话的 sem 可能让是他那个 sem 有上的了 sem 的从哪话的了对的哪的你是哪话我们说心能够显象，或者说心本身即是显象，而这样所显现的镜像当中有所谓的心之显象跟身之显象这两种。但是这个但是 sem 绿大的哪有的第一个这把崩了塞吧个年不你把它去的咋弄推年里的其中一种的将心作为身之显象的修持呢，就是气脉的修持。那这样的清除障蔽是更加快速。咋弄推年里面的第那绿大的哪我这把它帮头嘛 sem 绿大的哪如果不是采用气脉明点的修持的话，那么以心作为身之显象这个障蔽是无法尽除的。对，这上海那的写有的。这在密法里面是有提到的。看是的，他的崩水个年波的你啦，的你帮着说说的特别习惯。因为能够予以断舍的那个对治法，它必须要能够跟所断舍的障蔽要互相对等的缘故。哦，这印度的你绿大的个那我这把的绿个年龄过你帮过下去的。所以显身心中应该说显现为身相的这个障蔽，那就必须要采用尽除身的障蔽的方法才能够对治。别那个都明白了哇，不明当大家嘛的，那个明白的来研究。哦，这个研究的你如不看到对那明白的，才当的。就好比像是我们在吃药的道理是相同的，是寒病还是热病，那么会因为病况的不同，那就给予不同的药物，那就产生不同的作用。别的研究，但你帮助他年不年着去不？所以
所应断跟应该说用白话讲，障蔽跟对治的法门，这两者也必须要相等才行。还是不太清楚。也不过你。呀，sem te di la ta lu ta de na wa he da sem sek ta de na wa he ni yo wa sem ta de ta wa de ke de ba pong se la sem wo se ya de sem lu ta de na wa de ke de ba pong se de za long ti li 心有两种的显象，显现为身的显象跟显现为心的显象这两种。显现为心的显象，就是刚刚所讲的禅宗跟大手印的那个修法，那个是用那个方法来进除。但显现为身的那个显象，就必须用七脉明点这种身体上的修持的方法才能断除。那脉气明点它本身不是也是观想出来的嘛？那其实应该是也是跟心性相关的。在龙体的地方，没任何话是，没任何那地方生门有效的。好嘞 sem ke milligram le ye ne pe ju lu ta 虽然是心的显象，但是作用是在身体产生的。所以是借由身体来修心。刚刚是这样讲过，是。如果比较当年打那个工啊，生工学的话是。对 sem ke pe ju ta yo ba ne ma chu ro ne ka so la sem ke ka wa pe ju ta yo la ba ka le ka se ne ka so la la ba pe ju ta yo 就好比像是我们在走的时候，是我们的心指使着脚在行走。那我们的手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是我们的心在指使手做事情。OK， 那如果这样的话，可不可以请那个仁波切再把我们的身、意、识、行怎么样子作用，然后再简单的帮我们介绍一下。身、意、识，我们的心产生一个意念出来，然后起识别，然后再行动，它的作用。那我们应该在什么的时候就要去观察或者注意？然后做个圣雷，那么多下来，那么多的下，然后做个圣雷，西巴下来，西巴的那么多下来，那么多地给那个累积，那么就占不到动来，它的结果的这个印记也会起到修理的，它那个不上。sem 或者是圣雷，今天西巴用为圣雷西巴，那西巴雷那么多项为，那么多雷，那么有些那么就占不到一项，这对不起，它那个那些，它那个同的这对的那说出的圣雷松果的。